Hello，大家好啊，早晨啊，又嚟到學在旅途財經人頻道嘅快閃5分鐘。咁今日呢係星期三嘅朝頭早，而家大概10:40，同大家做呢5分鐘嘅匯報嚇。咁我相信尋日係講商湯為主啦嚇，咁參觀啦。咁今日咧尋日咧亦都冇提到咧就比亞迪嘅嚇。咁今日咧我諗都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咧就比亞迪嘅問題咁嚇。咁比亞迪大家都知道啦，尋日咧係正式咧係拆細嘅嚇，咁1拆3咁樣嘅嚇。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問點解尋日會升啊？點解啲股票係嗰個價值嗰方面突然間少咗好多啊？咁我自己都見到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嚇。咁大家應該都會知道點解啦，因為咧就拆細咗之後咧，例如咧你原本有500股嘅股票嚇，咁送紅股嗰陣時嘅話咧，你會係嗱，當而家你拆細之前啊，400蚊嘅一隻一手嘅股票嚇，咁你有500股，咁你有價值20萬啦，係咪嚇？咁但係咧，佢拆細咗之後咧，佢送紅股咧，佢送1送2噶嘛，1送2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有500股嘅話咧，你正常嘅話咧，佢會送1000股俾你。正常咧，你就會係1500股喺你嘅帳戶嗰度啊。咁但係呢個問題就嗰1000股咧送嗰紅股咧係未到你手上嘅啊，要係7月29號咧先至係到你嘅手上嘅，你個戶口度嘅嚇。咁即係話你原本係有1500股嘅股份嗱，原本你有500股送咗紅股之後咧，你有1500股嚇。咁但係嗰1500股咧，其中嗰1000股咧，係要7月30號先到你嘅手上，咁即係話你嘅戶口嗰度咧，得剩翻原本嗰500股喺度，咁1000股係冇咗喺度嘅，喺你戶口度見唔到嘅，咁所以咧，你個戶口入邊嘅組合入邊咧，突然間你少咗一筆錢嘅，少咗嗰筆錢咧就會係呢1000股嚇，咁而呢1000股去到咧7月29號係咩價錢唔知道嚇，咁到時嘅話當係真係都仲係有個機會去到150蚊咁樣嚇，咁150蚊乘翻1000股嘅話咧，咁即係話你自己可以計翻咧係會有翻幾多錢擺翻入去咁樣嘅嚇，咁尋日咧就係市場上咧突然間咧係少咗2/3嘅股份嘅供應，呢個咧就係令到咧供求因素帶動之下，如果有好嘅消息嘅話咧，都會令到嘅股份咧係會有個炒上去。炒上去之餘嘅話咧，甚至乎咧就係比其他嘅股份咧炒得會更加高啲嘅。咁所以一路都講緊咧，股價喺除淨之後拆細咗之後，會係有個炒作上嚟啊！咁除咗係基本因素之餘嘅話咧，亦都有個供求嘅因素帶動啊！咁今日咧亦都係見到一啲消息啦，咁好多大部分嘅內地嘅車廠都應承咗係付款嘅交付期咧係去到60日啊！咁呢個咧付款交付期嗰個還款嗰個交嗰個帳嗰個日子咧，係先前咧有例如長城汽車嘅魏建軍都講過啦，好多啲車企咧就係嗰個拖數拖得耐啊，咁亦都係即係令到咧係嗰個行業咧發展得唔健康啊，咁而家咧就各大車行都應承會係喺拖欠供應商嘅還款期係統一去到60日，呢個咧對於一啲咧係有規模有現金收入比較係大嘅公司係冇問題嘅嚇。而睇翻比亞迪，佢原本上年嘅還款個供應嗰個期限咧，即係還俾供應商嘅期限咧，大概咧係127日啊。咁而家去到60日，即係減少一半嘅日子啊。如果你冇咁嘅資金現金喺度嘅話，你就好難做到呢樣事啊。咁但係咧，相反嚟計嘅話咧，你可以見到咧，其他嘅公司喺呢一個賒數期都其實幾高下嘅，其實最高咧就長安205日，蔚來195日啊。咁而咧長城咧163日，上汽咧164日，呢啲咧都係遠遠高過比亞迪嘅還款期嚇。咁點樣可以令到咧佢個咁長嘅還款期由100幾日、200幾日去降到係60日咧？
呢個相信咧就即係要係呢啲嘅車企睇下佢嘅點樣嘅執行力，點樣嘅資金流夠唔夠先至可以做到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呢個咧對於車企嚟計嘅話，都係一個算係一個好嘅消息。咁所以咧，車企基本上咧喺星期三嘅朝頭早咧都有個幾好嘅上升嘅。比亞迪嘅股價今日先高開後回翻落嚟少少咁但都有上升。最主要睇住條20天線138.5呢個位置咧，可唔可以咧係升得翻上去如果呢個位置都可以升上去嘅話咧，後市咧可以進一步咧係提高一線嘅，可以繼續持有呢隻股份嘅，我都繼續持有呢隻股份嘅。